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2年的10月3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37篇，耶利米哀歌第1章16到22节，雅各书第1章第2节到第11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信心与智慧。信心是对于看不见的事有盼望，有切据。如同昨天我们分享的主题，医治的情形是一样的。在困境的当中，他们需要有信心来依靠上帝。落难的以色列人在被掳之地，他们的境况是非常困难的，也盼望着能够回归故土。耶利米哀歌这样提到：我为这些事哭泣，眼泪永流不停。没有人可安慰我，没有人能给我勇气。仇敌战胜了我，我的人民已空无所有。我伸手求援，却没有人肯帮助我。上主召唤仇敌，从四面八方围攻我。他们把我当作污秽的东西。我们可以说，以色列人落入在如地狱中的境况。他们盼望能够透过上帝的拯救来脱离被掳的困境。耶利米哀歌又说：然而上主公义，因为我违背他的命令。各地的人民啊，听吧，看看我所受的痛苦。我的青年男女都被掳走了。我向盟友求援，他们却不加援手。为要寻觅食物，苟延残喘。祭司和领袖们死在街上。上主啊，看看我的愁苦吧，看看我心灵所受的痛苦。我的心为罪悲伤而破碎。街上有凶杀，屋里有死亡。听听我的叹息吧，没有人可安慰我。仇敌因你向我降灾而欢乐。愿你所应许的日子来到，愿仇敌跟我受同样的苦难，因为他们违背上帝的旨意，离开上帝的真道。他们所遇到的境况却是他们无法自理的。耶利米哀歌说：愿你谴责他们的邪恶，求你惩罚他们，正如你因我的罪惩罚我一样。我悲愁呻吟，我的心无限伤痛。这样的恳求基本上是一个虚无的，因为他们不是用信心，不是用智慧。诗篇告诉我们，敬畏上帝是智慧的开端。然而那一些离开上帝去敬拜偶像的，那就非常明白是没有智慧的。要有信心来依靠上帝，那么就必须要先有上帝的智慧，才能够明白上帝他的旨意，才能够愿意谦卑，
顺服上帝的诫命。这是敬畏上帝的智慧，是得救唯一的道路。雅各书提到，弟兄姐妹们，我们遭遇各种试探，应该认为是可庆幸的事，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了考验，就会产生忍耐。你们要忍耐到底，才能达到十全十美，没有任何欠缺。耶稣基督也告诉门徒们这样说道：主说，若有如同芥菜种这么大的信心，告诉这一棵桑葚树说，连根拔起来，去栽在海里，那棵树也会服从你们。你们中间有什么样的人，他的仆人去做田，或是去喂羊，在园里回来的时候，会给仆人说，赶紧坐下来吃饭吧。这是路加福音第17章第6节到第7节。这样的信心是十全十美的信心，是能够移山的信心。然而，这样的信心必须要从智慧而来的。雅各又说，如果你们当中有缺少智慧的，应该向上帝祈求，他会赐智慧给你们，因为他乐意丰丰富富地赐给每一个人。不过你们要凭着信心求，不可有丝毫疑惑。疑惑的人好像海中的波浪，被风吹动，翻腾不已。这样的人三心两意，摇摆不定，别想从主那里得到什么。有智慧的信心会叫人谦卑，叫人顺服，叫人得救。圣经许多次提醒我们，必须要降卑，必须要顺服上帝，因为骄傲以及富有将会如同这个野花，在烈日、在热风的侵袭之下凋零、枯干。有智慧的富有者会懂得需要谦卑，会懂得去爱人，更会懂得努力积聚财宝在天上。雅各又提到，贫贱的信徒蒙上帝的提升，应该高兴；富贵的人被贬低，也该这样。富有的人要像野花一样的凋谢，烈日一出，热风一吹，草木枯干，花朵凋谢，外表的美丽就完全消失了。同样的，富有的人在事业上极致的经营，也会这样子的衰败。或者我们可以这样说，有智慧的富有的人，他们就懂得如何投资在最保险的事情上面，就是最好的投资。这个最好的投资就是投资在上帝的国度，上帝救恩的事业上。诗篇137篇，我们坐在巴比伦河畔，一想起锡安就禁不住哭了。
在河堤边的柳树上，我们把竖琴挂了起来。俘虏我们的人要我们唱歌，折磨我们的人要我们欢愉他们。他们说：“来为我们唱一首锡安的歌。”身处外邦异国，我们怎能颂赞上主的歌呢？耶路撒冷啊，要是我忘了你，愿我的右手枯萎，再也不能弹琴。要不是你不记得我，要是不以耶路撒冷为我最大的喜乐，愿我的舌头僵硬，再也不能唱歌。上主啊，求你记住以东人的暴行。在耶路撒冷沦陷之日，他们只嚷着拆毁，拆毁，把它夷为平地。巴比伦啊，你要被毁灭，照着你加给我们的残暴报复你的人。他是多么的有福啊！抓起你的婴孩，把他们摔在石头上的人，他是多么的有福啊！恳求上帝加添我们信心，赐给我们够用的智慧，让我们愿意谦卑来跟随，全心来信靠上帝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。